返咗香港個幾月啦，日日都係出下街見下朋友當然仲有其他嘢好做嘅，見過一啲地方係以前好細個嘅時候都成日去嘅，所以呢，就用手機影低佢睇下大家認唔認得另外必然要做嘅嘢，梗係睇戲啦，係嘛？其中一套咧就係黃子華嘅《夜王》，呢套戲咧就係特別版嚟嘅。我入咗去睇，好似都有成80%幾，接近90%嘅爆滿，唔滿嗰啲咧就係前邊最前嗰一兩行啦。我估即係都好難睇嘅，嗰度嗰啲位直頭瞓喺度咁惡高個頭但係 so far 咧個反應幾好下嘅，好多觀眾咧我睇都係應該唔止睇一次㗎啦喺我哋隔離，即係嗰日咧我係同太太睇嘅，喺我哋隔離咧有位女士咧就係自己入場睇嘅，佢嘅反應就直頭唔使講啦，9成9係黃子華嘅 fans。點解我哋會知道呢？就因為佢直頭係好似預先即係已經知道下一場戲點樣，佢已經笑定先啊，仲係笑得好大聲嗰隻。有幾次我同我太太同一時間咁樣打斜咁樣睄一睄佢，哇使唔使咁犀利anyway 呢套戲我睇過之後我自己感覺上啦，當然係佢哋有心去做一個可以講係懷舊80年90年嗰啲年代香港嗰個即係夜總會嘅生態啦。另外咧就係佢哋呢個戲係感覺上係想嘗試擺脫咧，淨係拍一個黃子華嘅個人表演咁所以咧好明顯就加咗一條係愛情線喺入邊，有愛情線咧，固之然係豐富咗啦。另外咧就香港觀眾對愛情片都一定係接受嘅，係咪先？我睇個戲有成2個幾鐘頭但係我覺得頭嗰30分鐘咧係可以濃縮翻少少嘅，但係奈何香港觀眾中意睇黃子華做長啲冇所謂嘅可能做多2個鐘頭都可以嘅另外咧就睇過一套戲，另外就係呢個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嗰晚我就睇咗少少咁多。知道梁家輝咧就第5次攞呢個最佳男主角嘅獎座，當然啦，即係攞個獎就唔係即係代表咩嘅，即係可以首先係肯定佢嘅1年嚟過往嘅工作表現啦。但係喺我嘅個人嘅觀點咧，我就將梁家輝咧即係有少少即係分析咗，就係其實佢由佢最初入行做個皇帝嗰套咧，唔係其實唔係一套，係2套嘅，一套係李翰祥拍嘅。咧就嗰陣時咧已經係感覺上佢同一般訓練班同學嘅表現咧係已經有少少分別㗎啦。後嚟咧再加上佢遇到唔同嘅戲種啦，好似喺台灣拍嗰套黑金啦，另外杜琪峰拍嘅黑社會啦，即係呢啲戲咧，即係令到佢嘅表現咧係要有改變先可以。你哋唔可以咧，仲係譬如某些演員啦30-40年嚟由訓練班出嚟到今時今日做咗幾十年戲，
你感覺上其實佢冇乜變化嘅喎，係咁，甚至乎梁家輝喺呢一個韓戰嗰個做副警務處長嗰個角色咧，佢亦都係好明顯嘅改變。咁其實演員如果你話冇改變嘅，有冇好睇啫？係咪先？睇嚟睇去，最多就睇到佢，哎呀佢老咗喎。咁嗰啲唔係嗰個戲係睇演員最好睇嘅就係差唔多係每次入場，當然啦就唔可以每次嘅，即係一段時間睇佢一啲新嘅作品，你就會俾佢有一啲即係 surprise， 即係你覺得哎呀哇佢可以咁做喎咁所以今次佢梁家輝做《捕風捉影》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睇嘅話，應該可以睇到㗎啦，因為香港已經開始喺電視嗰度有得播啦。咁如果睇過咧，你就會覺得佢就又同呢個韓戰嗰個李文斌個角色咧，又有啲分別咯喎佢做出嚟嗰種即係感覺上又好冷血，但係亦都即係有啲潛藏嘅表現，即係唔係完全出晒面，但係你睇到個結局咧，就會覺得哇佢咁樣做呢個戲即係好多嘅，即係可以評，即係我唔好講話評啦，即係我大膽咁講，即係可以分段啦，可以睇梁家輝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階段。如果睇畫一條線嘅咧，佢就係一路進步中。佢今年已經好似係60，唔知67、68嘅啦。一個人已經去到咁嘅年紀做戲，佢仲係你感覺睇到佢係向上，真係冇嘢講，只可以講個字，一個字，好。